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乡亲啊，大家平安。70岁死刑犯封关16档了后，敢有可能等到无罪判决呢？咱要带你来追踪10几个民间团体展开救援的这位，可能是冤枉的死刑犯王信福。伊嘛是台湾目前上届高龄的死刑犯。32年前，王信福被指控叫细汉的伫卡拉 OK 开枪来弹死2个警察。这是台湾史上第一宗的杀警案。最高法院用杀人罪甲判死刑确定。其中一个凶手讲，这个凶枪是王信福交予伊的，但是这个枪支的面顶查无王信福的指纹。警方有9底关键的录音带，嘛拢拍无去，人证物证拢不足。王信福是毋是有可能是去互冤枉陷害的呢？咱进一步来追踪，发现王信福坎坷无平顺的一生，竟然是因为伊伫伊18岁迄个戒严的年代，老长他毛，互打上罗马的标签。今仔日节目一开始，冤案的团体抢救王信福，来看咱的追踪报道。看到王信福这个案件的时候，发现他是一个最典型的冤案的结果。每一次他都会说，聊一聊我这个坏人。我们跟时间赛跑，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跑得赢死神？3哥让他能够赶快回来，因为他真的是冤枉的。馆中规大塔拢甲藏伫地下内，律师吴安泰派这资料，要去台南监狱探视被关伫死牢的当事人。王信福这个人，如果从法院的判决书，或者是说当时案发的时候，一般的媒体的报道看起来，王信福这个人就是一个嘉义的在地的流氓大哥，被提报流氓，然后曾经被送去管训。那他确实也曾经有一些犯罪，就是违反刑事法律的案件的前科了。逐个月，吴安泰拢会为台南市区驶半点钟的车到台南监狱，甲死刑犯王信福面会。今年已经70岁，王信福伫11档前被最高法院依照杀人罪判死刑确定。1990年8月7日，嘉义市延平街这间卡拉 OK， 2个警察互人开枪拍死。经过检警搜证调查，当时嘛在场的王信福被指控甲细汉的开枪杀警，这嘛是和全台湾条件头一件拍死警察的案件。开枪嫌犯陈永杰判死刑后2档随执行惩罚，被认定是主嫌的王信福，就惊逃亡去中国，伫法官的眼中就是畏罪逃亡。16档后，王信福返来台湾，才阁重新审判。王信福接受审判的时候是2006年，其实法院已经没有办法再找陈荣杰来对质诘问了，那法院就用这个陈荣杰的证词来判王信福有罪。那这是一个最典型的冤案结构，苏宪和案非常典型的，一模一样的结构，真凶碰就被打死了。于是被指证的人说我没有啊，可是没办法，这个已经死无对证了。他1992年陈荣杰就已经被判死刑定谳，然后陈荣杰已经执行死刑了，所以陈荣杰已经不在了。案发的现场，今日证人的笔录拢无共款，也有一个指认王信福开枪胜利的嫌犯，嘛拢找无人，验过物证呢。他没有所谓的物证，可以去证明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陈荣杰开枪的这个胸腔，法院是认定是王信福交给陈荣杰。既然没有办法透过物理性的证据去证明，就没有办法去认定说王信福确实有把枪交给陈荣杰。其实陈荣杰的供述是有前后不一致。警方荷枪实弹围捕嫌犯。小弟陈荣杰没多久就被逮捕，在民国81年枪决，而王信福则是潜逃大陆被通缉15年，后来因为拿假护照回国闯关，在桃园机场被逮捕。王信福回台受审的，在法院的审判中，这些证人都改口说，
并没有看到是王信福交枪给陈荣杰，也没有看到王信福命令陈荣杰开枪。有人是说他被警察刑求，被警察从楼梯推下去。另外也有其他的证人说，警察就是有意无意的暗示他必须要怎么讲。卷宗里面有记载说有9卷录音带，但是事后去调查，去警察局、去法院询问，后来都回复说找不到这9卷录音带，没有办法透过录音的内容去比对，去证明这些证人当初在警察询问的过程中，有没有受到不正的询问或者是被刑求。律师质疑政府的保存有问题，连搜证取证嘛无符合程序。警察的现场图是非常潦草，2个证人画的图还有出入了，不太能够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胸腔有扣案，检察官并没有把胸腔送鉴定，或者是说相关 DNA 的这个生物基证。那一直是到95年王信福到案，到法院接受审判之后，王信福这边的律师才申请法院要把胸腔送鉴定。那鉴定的结果是没有办法去确认说这个胸腔上有没有指纹。其实胸腔上是当时的鉴定是没有验出王信福的指纹。那其实这一点应该就要做对王信福有利的认定。法院的判决的理由是说，因为这个胸腔从79年扣案到90几年、95年之后，王信福到案这段时间，已经经过了那么久的时间，那在这个保存跟移植的过程中，可能也有其他的人有经手，可能都有碰触或者是擦拭，所以不能以胸腔没有验出王信福的指纹，就可以去认定王信福没有碰过这把枪。那这个部分其实我是觉得这个理由是很牵强的。32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家卡拉 OK 店。当时王信福带着妻儿要来庆祝当父亲的喜悦，但是却卷入一桩杀警案。在11年前，他被判处死刑定谳。英国卡拉 OK 已经改做停车的空地啊，王信福案件的审理1、2、3审拢被宣告死刑。律师团强烈怀疑王信福甲2个原警模式嘛无完受。是安怎会叫一骹手人开枪杀人？敢会是单因决定这嫌犯想要推卸责任？王信福伫死落来甲冰冷的铁桶强度超过5700公，这一切要为伊18岁迄年讲起。出事了唔着年代啦。我去做工课呢，像出外去做工课，啥物头毛等来较长哦，嘛，你要叫派出所就来，去讲你是安怎拄安怎，啊无就举撸啊，对中甲你撸过，讲撸条派出所到啊，你就爱去剃头毛啊。啊18岁后，徛在学倒摆了后的时阵有无吼，去管问。伫迄个留长头毛、穿花仔衫，就引起警方关心的年代，若是暗时无转去，更会互警方依照半暝伫外口游动的规定，带转警察局。王信福就安尼被送去管训，从此以后，罗马的标签就打掉了。好像王信福就很典型，他被抓去当流氓管训的时候，他根本一个前科都没有。他当时才刚刚满18岁而已，当时的管训是完全没有期限的，所以你不知道你要关多久。于是他逃跑了。他逃跑了以后，这就是他的第一个前科。他的前科就是脱逃罪。在人生正要起步的阶段，他就反反复复的不断的在监狱，在这个管训队伍里头这样子流转，这样子至少过了6、7年或者7、8年。他等于是被戒严时期高压的国家统治变成了一个流氓。那此后这个烙印就跟着他了。所以，当伊被指控是杀警的主嫌以后，伊就只想要逃亡，就惊讲甲陈英杰同款，随互人庆关。这一点其实也是很关键的。为什么？当时1990年案发之后，陈荣杰被抓到，然后王信福选择要逃走。他很知道，因为他是有前科的人，所以法院可能不会公平的审判他，判他有罪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心证啊。法院在判决里面也写了，检察官在论告书里面也讲了，就说如果不是你，你为什么要逃走？刚刚检察官说我有前科，所以我再怎么讲，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印象从你们脑海里拿掉，就好像我脸上有一个刺青一样，坏人
王信华的案件被拍作电影，真实的表现出来，伊不得不接受，伊就是歹人的认定。伊决定点点，无要去做任何的澄清，还是辩解。不管是从管训时代哈，或者是他这个比如说卷入冤案，大概从头到尾，因为这个流氓的这个形象在大家眼中可能太根深蒂固，大概没有人愿意再相信一个所谓的坏人说的话，所以他有一点放弃，不想要讲。他自己都会笑说，因为没有人会相信我这个坏人说的话。2022年5月，华视新闻团队甲矫正署申请采访被告方以疫情为理由拒绝，因为一直放弃为家己辩护权利的王信福，嘛真罕见头一摆摕回发言权，替家己发声。去问幸福大哥说：“那个华视新闻杂志要做你案件的专题，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社会大众说？”他直接跟我说：“我想要跟大家说，我希望司法有眼。”这是他第一次就是公开的愿意在比如说媒体面前讲出他自己的心声。到目前为止，总共有10个民间团体认为王信福蒙受不必之冤，串联展开解救的行动。我不知道怎么讲，深呼吸。伊是王信福的弟仔孙，伫读大学，都满20岁年纪，对即讲王信福真青训，都开始要唔敢相信。第一次看到那个漫画的时候，突然觉得，怎么可能会是我的叔公呢？问过我妈妈，然后她是说，就是被冤枉。伫访问迄一天，是王信福弟仔孙甲因兜的人头一摆去案发的现场，嘛互伊想起头一摆，家己赛车载厝内人去加职工面会，期待佮紧张的心情。他跟叔公第一次见面很尴尬，找我阿公啊，然后我表哥去看看他。外面等待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紧张，我不知道等一下跟叔公讲什么。对，不知道他记不记得我。我们进去看他的时候，他也很惊讶。对，他还问我说：“你是佩欣吗？”我说：“对，我就是佩欣。”然后他说：“哦，你遐大汉呐！”开了快1个小时的车程，然后到那边，然后只讲了那10分钟、15分钟的话，好像就是反正也唔甘呐。另外一个和王信福牵挂的亲人是小妹。这是我妈妈，这是我三哥，这是我。他以前就很爱耍帅。摕到反黄黑白相片，相片内底查某囡仔即嘛是负责人啊！一直到三兄被警察带走以后，这个查某囡仔记忆就变成对因老母到警察局到法院，才会当见到三兄一面。厝内嘛真接受到为男士绿岛甲小琉球寄回来骗。是接到通知说三哥可以假释出狱，我妈妈就带着我去那边等。我印象很深，就是好像等很久，等不知道1个月还是2个月，我忘记了，就在那边住小旅馆住很久。台南看守所的收车，逐天照班表发车离开家港。王信福呢，什么时阵会当离开这个遮大型国家的家牢，无人知影，因为王信福要翻案有真大的困难。是公诉证据的问题，他们就觉得很难调查，没有新的证据，然后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困难。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敲了那么多次的门，那我们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他们的回复。王信福大哥他在里面那么久了，他已经是非常年长的人了。那我们跟时间赛跑，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跑得赢死神这件事情，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担忧的。所以我觉得困难重重。非常上诉被驳回嘛，然后我们之前也曾经申请过最高检有一个死刑案件审查要点，那个也被拒绝了。案发32天后，救援团队依然想尽办法，希望找到案件会当平盘的关键证据。都会 focus 在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做现场重建、做弹道比对，有没有可能去做重新去验 DNA 用更新的这个科学技术用这样子的方式，比较有可能去避免法院再继续犯下一些错误。一场死刑确定的判决，
未适合王信福的人生暂停，因为时间1分1秒继续伫过。70岁王信福依然伫死亡甲自由之间伫打拼。希望讲，阮弟弟这个愿望看等较早解脱无，等下读去团圆安尼啦。三哥让他能够赶快回来，因为他真的是冤枉的啦。看可不可以尽一份心力，看可不可以帮叔公赶快让叔公赶快回来。失去时间无法度重来，所犯罪名嘛难以洗刷。无的确对王信福来讲，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伊更较想要揽着亲人，甲呼吸自由的空气。司法正义全民期待，也毋过保障每一个人未受到司法的侵害，也互无辜的人会当来平反，这嘛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人权的指标。后一段节目，这个视讯线顶教学的背后，偏向囡仔的学习之路是毋是导红灯路？广告转来，咱继续来探讨。我们班的状况是差不多1/3的人有桌垫或笔电，然后剩下的几乎都只有手机。当我们是全面普及化这样实施的时候，社经背景反而是成为孩子们之间更拉大他的一个学习落差的一个很主要的关键。